风太瓦近，中部即阵嘛开始咧透大风。伫咧台中就有树仔去风扇倒去，过去夹到一台车，也阁有人家厝。伫中华火车头附近嘛是有路顶互风扇甲歪起，好佳在拢无造成伤亡。倒去的树仔甲停伫路边的车辆车窗直接夹到破，车身也凹凹，也阁有一台奥多麦嘛受到影响。车主听到嘣一声，赶紧来看的时阵，才知影家己的车已经变做安尼。就是心里就是震一下。 心疼哈、当然会啦，不管是老车旧车都会啦，总是自己的东西嘛。10月初是透早伫台中市北区的太原路有树仔，敢若因为风伤过头，制载袂牢，规个倒落来，就连对面的铁厝嘛受到影响。因为高频的车道无法度通行，警方赶到现场抽风锁线，工程人员也赶伫天光了后来排除状况。是有风在吹，然后就听到一声嘣。 就出来看一下，就树就倒了。伫中华的分园嘛，对10月初3开始透风透规暝。10月初4一透早也传出中南路有树仔倒去的意外，因为这是交通的重点，警方赶到现场指挥管制。另外，市区火车头的电火条嘛，敢若因为透风全倒去。第一时间马上派员到现场做交通管制疏导工作，并通知彰化市公所公共事业科。 派员到现场来抢修，因为倒去的电火条和电线高调咧，才无直接对车路迄边倒落。警方通报处理了后，也排除状况，无人员的伤亡。风台咧要来啊，各地都唔敢大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